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帮你贴上吧。嗯。好了。你以前颈椎就不太好，是不是这几年也没有好好保养啊？我刚从国外带了一款特别好的颈椎按摩仪，我改天给你。没事儿，有陆离帮我按就行了。我知道你爱吃海鲜，所以特意选了这家。这里的虾都是今天新鲜空运的，快尝尝。你们也吃啊？嗯。这儿的虾挺新鲜，快尝尝。陆离，你不是海鲜过敏吗？你海鲜过敏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好了。快吃饭吧。我去下洗手间。你们先吃啊，我也去一下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怀念过去的戏码演够了吗？如果你是想让陆离跟我心生隔阂，和我分手的话，你要失望了。就算你不原谅我，你也不需要做戏来骗我。我知道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认识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有关系吗？我认识你那么久，我真的了解你吗？那你真的喜欢他吗？你如果真的喜欢陆离，怎么会连他海鲜过敏都不知道？我未来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了解他。她就是个小女孩，她能给你什么？她能在事业上帮助你吗？一成，她是真的不合适你。那谁合适我？出卖公司、出卖男朋友，拿着钱一走了之的你吗？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是过去式，我的未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也去个洗手间啊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